大丰南天宫出巡绕境活动。哦，第一天哦，3天的第一天来到新营挖仔朝龙宫这里了。晚上已经8点多了。哦，夜景好美啊！玉阁车啦，神轿啦哈，还有霓虹灯啊，装扮得很美。今天啊，强烈寒流来啊，真的很冷。要穿好多件衣服，还要穿2件外套。前方就是挖仔朝龙宫。哦，天气看挺炎亮。